錯過咗華發灣晒1號嘅朋友唔緊要啊，因為仲有我新號呢個華發粵晒，同樣都係新規100%上率嘅。最重要啊，佢嘅價錢比灣晒1號仲平唔少，所以冇揀到灣晒1號嘅朋友呢，真係建議可以過嚟睇一睇粵晒呢個。你睇下呢個129平方嘅，同你整到6.8米開間嘅大廳，呢個廳夠晒大啦啩？仲有呢個廚房啊，3個人喺入邊煮餸，完全都冇問題啊！步行500米，再去到華發商都啦，去到拱北關口同埋人工島嘅關口呢，揸車啊都係10零分鐘。全屋大精裝交樓，一共係做咗細房2廳2衛嘅，主人房仲係做咗270度採光飄窗。依家親盤進低最後10幾套，如果有中意嘅朋友呢，可以評論區留言粵晒，我發啲詳細資料同埋特價單俾你。